大家好，我係已故資深媒體人曹景行外甥女，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張老師。今日呢，我想借助呢個平台，同大家揭示我舅父曹景行胃癌逝世嘅真相。我諗大家了解我舅父呢，佢鏡頭面前嘅佢的確係呢溫文爾雅同埋博學睿智啦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，佢鏡頭下佢都係溫文儒雅嘅，同埋佢係裏裏外外都係敢作敢為、直率嘅一個人。喺2022年，舅父喺上海病逝啦，生 cancer 病逝喎。我諗大家熟悉我舅父嘅人呢，都知道佢呢好硬淨嘅，內心好強大。佢體力同埋內心都好強大，係好謙虛，唔會自大嘅人。總之一句講晒，內心強大。你可以話佢好自我啦，但佢自我得嚟，佢係為人設想嘅，佢好有理想嘅。佢根本每天去跑呢度影嘢，嗰度影嘢，去各樣真相啊，去做嘢，佢係好有滿足感嘅。一個人開心，有生活寄託，又點會有病啊？而且佢日日都鍛煉，佢身體好到不得了。你話佢有啲家庭咩問題？據我所知，舅父同舅母感情都好好。佢個女亦都好乖，佢基本上係幸福嘅。佢工作錢佢係揾夠啦，佢根本唔係為工作去勞碌，唔使勞碌，唔使傷神，佢點解會有病啊？係因為係我舅父臨死前2年，佢陷入我哋屋企奪產恐嚇事件。因為我舅父係呢件事件嘅關鍵人物、關鍵證人，所以張敬松咪要恐嚇佢咯。因為張敬松佢喺法庭上捏造虛假文書，而我舅父曹景行係極力守護媽媽畀佢嘅文書。因為舅父知道張敬松曾經係攞棉胎揞住阿媽，當時阿媽70歲啦，係咁樣打佢。張敬松亦都屈我老豆玩女人，喺佢公事包嗰度攝避孕套，跟住呢話佢玩女人喺阿媽面前打佢。呢啲事情我舅父都係關鍵證人嚟㗎。